佔中三子星期三下晝到中區警署自首，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突然現身，以為佢都係嚟自首，佢話嚟聲援咋。我支持佢哋自首，我只要嚟呢度支援佢哋自首咯。但係你自己會唔會？我自己會留守到大台或退，或者學生退咯。我就到時清場，我咪俾佢拉咯。即係有啲傳媒嘅報道就覺得你係反咗口，就冇去自首嘅。我從來冇講佢自首，從來冇講佢自首。我從來都話留守到最後，冇反口啊。冇反口，係時候到打啦，聽下10月底黎智英點樣回應，會唔會自首？你會去自首啊？我唔答啦，人哋做乜我一定會做乜，係咁簡單，一定唔會唔會畏懼咁係咁多啦。OK。人哋做乜我一定做乜，咁佔中三子而家去自首，但黎智英冇跟，係咪反口？大家心裏有數啦。睇返中區警署門外一眾嚟示威嘅藍絲帶運動成員，見到黎智英出現都睇唔過眼，鬧爆佢。朝早黎智英出現喺金鐘佔領區，同記者話支持撤退，但被問到佢會唔會叫學生離開，佢又話唔關佢事。我諗最後都要學聯佢哋去做決定嘅，即係呢個就算泛民好，其他人好，都係。佢哋只係從旁協助嘅啫，喺整個運動裏邊。我諗有人同佢傾緊㗎啦，就唔係我啦，我唔係領袖之一啦。有人同佢哋傾緊㗎啦。之後黎智英探絕食緊嘅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，即係就算切都好啦，你呢個絕食對切係有個藝術性嘅意義咯。黎智英講到絕食好有意義，但轉個身，佢就同民主黨嘅何俊仁同李永達去到灣仔一間魚翅海鮮酒家食晏。學民仔絕食，黎智英就大飲大食，都幾諷刺下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